test test test，喂 test test test， 雨欣，有声音吗？test test， 来 test test， 有吗？OK 吗？
喂。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音控麻烦。test。好，这个时阵，请各位兄弟姊妹来念今日要念的圣诗哈，请大家掀开新圣诗第4首。新圣诗第4首，咱坐底来吟。天的万国正人着听，天的万國正人着聽，大家真正貴族免驚，地上萬位當幸福。上帝都以掩蓋敬拜，全心開盡心敬服，滿足的主萬王的王。大家個三甲來吟哦，大家開嘴來吟第一段，過來一遍啊，第一段。天的萬國正人着聽，啊，請大家開嘴來吟哦。萬國正人着聽，大家真正貴族免驚，對上萬位當幸福賽，上帝都以掩蓋敬拜，全地何塞真心敬服，滿足的主萬王的第2站。天地自在嘅大冠冕，地理萬邦只將冠冕，全地順暢何塞敬服，滿足的主萬王的王，全地何塞真心敬服，滿足的主萬王的王。這首唱起來真有精神哈！好，來第二首是373首，373首，叫做耶穌我日子。这时阵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大家吼用欢喜的心甲厝边隔壁讲，咱欢喜来敬拜咱的主，咱欢喜来敬拜咱的主。嘿，请大家起立来敬拜咱的主，请大家起立。
拍谱啊，来。我的心，我的风，我要存着你的名，我要永远完完清真你。我要每日练习，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看守大路。我的心，我的风，我要存着你的名，我要永远完完清真你。我要每日练习，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看守大路。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我鼓励为人把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我鼓励为人把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我的心，我的风，我要存着你的名，我要永远完完称赞你。我要每日练习，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看守大路。我的心，我的风，我要存着你的名，我要永远完完称赞你。我要每日练习，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看守大路。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万国你为人家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万国你为人家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万世万代。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万国你为人家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努力，要高扬你冠冕作威，万国你为人家尊贵，永远称下你名无离。永远称下，永远称下你名无离，永远称下，永远称下你名无离。将感谢阿乐荣耀拢来归予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我被阳光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东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加用单纯、个信心来领啊！再我按那走来，我要来低头来，我要来第一段重来啊！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了哈，金老师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
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唱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是咱所敬拜的，就是独一的上帝，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也就是咱的避难所，也就是咱的溃难，就是咱在患难中就是会帮咱，所以咱来倚靠主，来仰望主。哦，我听见你听他的声，因为我可怜。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虔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伸手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求拜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用心来吟。我听见你。真济咱的祈祷，用咱的歌声，用咱的祈祷来献给咱的主上帝。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你有听见我的声？祈祷来求拜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互我听见你的声，咱搁较深来吟。我听见你听他的声，因为我可怜。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虔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献所也唱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求拜在你
做你欢喜的节，真做你欢喜的节，真做你欢喜的节。请大家同心参加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来敬拜，感谢阿拉你。我们要伫你的面前高举主你的圣尊名，因为你是慈爱、信实、公义的天父上帝。阮来仰望你，倚靠你，阮就无孤单，阮就无惊吓。主啊，阮毋要单单来敬拜阿拉主你，阮要单单来倚靠你、跟缀你。愿主你也永远甲阮同在，享受你属天的平安、稳定、甲福气，互阮。伫这个感恩的节期，阮献上感谢阿拉。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听人祈祷的主啊，既有血气的，拢要就近你；罪恶看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吟第一首的诗歌，圣诗第4首，咱请起立吟全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情开自免惊，天地海当心。上帝都应该敬拜，全地福彩，真心心敬好，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
心更好，满足的主，万王的王。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阮的上帝，阮是你创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的羊。主啊，阮用感谢要来入你的院，用鹅肉入你的门。主啊，你是堪得阮敬拜甲鹅肉的。主，阮着存圣洁的心来甲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圣洁的主。主啊，愿伫你的面前领受遐尼大的福气，拢是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主啊，这救赎的恩典，阮要传播互众人知。主啊，你也祝福阮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这个圣灵的同在，会当随时来传，举起主你的名来传主你的圣尊名。主啊，你的福音是遐尼啊甜蜜，伫阮的生命内面，阮看见上帝你的救赎。主你，阮要一概将阮的众兄弟姊妹一切摆上伫主你的面前，你帮助阮无管阮是伫咧工作、伫厝内、伫倒位咧服侍，拢要倚靠上帝你的名来得胜。主啊，帮助阮，愿搁一摆将阮的教会放伫你的圣手，你来带领，因为你是教会的头。愿要来顺服伫上帝你的旨意内面，跑走头前的路站。主啊，你嘛祝福阮台湾这个岛屿，无因为这个肺炎的病毒来搁一摆来侵入，阮要倚靠上帝，你得到真的平安。主啊，阮要感谢你是遐尼啊疼阮，阮要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请坐。即时，咱拍开《新信息》的后壁面，刻印文第10篇，我来刻，恁大家来印。刻印文第10篇，诗篇27，伫个1013页。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占领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路幕，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一声，着信靠上主。这时，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
咱就欢喜搁快乐。这时我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纪上第19章第1甲第10节。现着我来读，恁来听。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甲伊用倒台敬先知的事，拢甲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人去见以利亚，甲伊讲：明仔日约了即时，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因中间一个人的性命一样。愿遐个上帝加倍责罚我。以利亚看见安尼，就起来走来逃命，到犹大的
88将罗卜留伫遐，家己入去旷野行一日的路站，到一站落停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打煞啦，耶和华，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就倒伫落停树骹困去。有天使来答伊，讲：起来食。伊看伊就看见有饼摆伫火炭的顶面，阁有一旁水伫伊的头壳边，伊就食就啉，阁倒落去。耶和华的天使第二摆阁来答伊，讲：起来食，因为路真远，你行无法得。伊就起来食，伊啉伊。我靠即摆食的力，行40日40暝，到上帝的山，就是好的山。到伫遐一个洞，就踮伫内面，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毁坏遐个坛，用刀杀遐个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也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搁一节记载伫个马太福音第14章23节。马太福音14章23节。伫新约圣经，四线证人了后，就家己就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以上。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时，大家请起立，咱来坐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我要邀请陈牧师来讲道，伊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只剩一个我。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美国的大选牵动着1万人的心，到即马还未有定到，所以伫美国的政府还未有官方正式的承认，也是讲正式到底是甚物人来当选。无论未来4年是板凳还是床铺，总是要有一个人面对落选。一个人要接受未来4年的挑战，求上帝使阮伫美国这个国家，因为选举的变化真大，过了一个暗暝猪羊变色风云变色所以讲这选举也无一定稳赢的吼。所以美国大选未有官方的结果咱11月底应该是有最后的结果吼。咱来为着美国来祈祷。因为这个国家牵动全世界，因为美国的总统是换圣经就任的总统，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主安伫你的面前同心，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守主的圣日，互阮伫每一个主日来欢喜
亲像来参与一个庆典，亲像来参与一个生命更新的礼拜。愿主你的圣神充满阮，感动阮，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愿上帝你是阮疼惜你的囝儿女，愿献上感恩，献上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当你剩一个人的时，迄是一种的什么的感觉？譬如讲，坐上晚班的捷运，规个车厢剩你一个人，也是剩无几个人，你会安怎？会惊。当你出车厢了，迄坐电梯的时候，敢若你一个人，也是你一个人行伫个暗暗的路，你会有甚物种的感觉会扑伫你的心内？会惊，有人已经讲会惊，会感觉真孤单，真感觉真寂寞，寂寞。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时，咱面对着你真深的家己。如果你伫外面爬山行路，剩一个人的时，你会安怎？有可能你会惊讲我毋知会行袂落去吧？咱中间咱的兄弟姊妹嘛捌因为安尼行袂落，伫山里伫山影经过一暝，加在迄个有伴，但是剩一个人，迄就感觉佫无相款。所以当剩一个人，剩一个我的时，还是剩一个你的时，迄种孤单感觉、惊吓。连你家己的心跳，连你家己的呼吸，你拢听甲真清楚。所以当一个人的时，迄叫做独处独处。我伫新人院社工迄有一门课，内面就讲着讲，当你独处的时候，当你独处的时，所以当你独处的时，这是面对家己上好的时刻，审查家己的毋是，检查家己的好歹。而且看见着家己的弱点，上年也有去即个花莲，即个沙卡当步道，我感觉迄个所在真偏僻，真深山，要行到遮的人真少，只有我甲遮过一个后生，我阁继续往头前行。即种的路，就互你感觉讲，行伫即种的路，若敢若你一个人的时，你会啥物种的感觉？这个是伫白日时，若是伫暗暝的时。佮今日安尼的路，如果你也袂说，你也跋落去，要安怎？无人甲你救，而且这手讯、这手机信号嘛，毋是真好。无伫种深山内嘛爱有两个人，有个人伫遐，安尼咱才有伴吼。所以愿上帝想伫咱的心上，当耶稣的服侍，伊所做的代志，就是常常离开众人，家己一个人独处。马太福音14章23节，嘛是今仔的经节，就是讲，当人四散了后，就家己上山去祈祷，然后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耶稣一个人独处的时，因爬上帝祈祷。伊面对众人、面对人群了后的时间，伊毋是陶醉，伊毋是沉醉伫众人甲伊肯定，众人感觉伊所行的新业非常的奇妙，毋是讲伊已经医好人互人对死过活，伊无沉迷，伊嘛无沉醉伫这众人的掌声的内面，伊独处一个人，家己面对爬上帝，因为知影伊来到世间的使命。咱人类的出现，当时就代表孤单甲惊吓的出现。每一个人一生拢爱面对着孤单，面对着家己一个人这种的过程。因为咱人类发展是对荒郊野外安尼，然后有部落，然后到伫城市。但是咱看现代的城市，哪密集，大楼哪起哪多，人口哪来哪聚集，总是人的孤单，人的惊吓，一直拢存在。为什么？一个心理学家，也是一个医生，伊写一本册叫做《逃离孤独》，逃离这个孤独。一
这个册中提着讲现代人有共同的一件代志，就是孤单，就是上界惊的一件代志是孤单。这种原因真多，总是内底有一点，伊提着讲人用过度的比较，甲过度的竞争，因为这个过程，互你失去着你家己存在的意义。所以一个人其实伊袂孤单，总是你当你一个人的时，你感觉讲我真无路用，我为虾米输人？这个时，你就失去了你家己，你就迷失你家己。先知以利亚是犹太人认定的先知。圣经有两个人记载两个人互上帝接走，一个是伊诺，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对经文，咱来看出先知通常拢是一个人独处，所以以利亚伊是孤独的代表啦，孤独的代表。咱今仔日经文摕来讲，当伊一个人的时，毋那是孤单，毋那是单单一个人，而且佮枵，佮无物件通食，而且佮真忝、真爱困，佮真喙焦。伫即种的情形环境的下面，伊已经失去着迄种的斗志，已经无迄个斗志，伊的头脑一片的空白，佮孤独，佮无力。所以上帝派使者来甲伊养饲。所以其实以利亚，伊面对家己一个人今仔日经济，伊面对伊家己一个人的孤独的时，是真正发生一件上界大的代志，就是伊一个人对抗850个拜巴力的先知，伊一个人对抗850人的拜巴力甲拜阿舍勒种五常的先知。伊一个人是战赢850人，总是伫即个大胜利了，伊所面对着伊家己，所以面对即个真互人感觉真惊的即个胜利，最后伊是面对伊家己的独处，伊家己的孤独，因为伊要阿哈王的王后亚瑟别甲伊追杀。所以伊不得不爱紧逃走，逃到别是巴迄个旷野的所在。伊连伊的老婆都甲伊等伫遐，家己一个人行入去旷野。所以耶稣嘛是共款伫5个饼2尾鱼，45000个查甫人5000个查甫人，即个遮尔大的心业了后，伊家己一个人上山祈祷，用安尼。只有剩一个我，用3点今日这个题目来甲大家三面的，用3点来甲大家三面的。第一，上主要互你来迷失。伫咧大成功甲大顺利的中间，人有时会容易迷失着家己，因为你伫灵魂的中间，伫掌声的中间，你袂记得你家己。所以耶稣不断爱伫灵魂的中间来甲伊摕落来。伫正人的中间来离开，到伊剩伊一个人，因为这个时阵伊爱面对伊家己，这个时阵伊爱面对上帝，所以迄个时刻是伊真好甲上帝做伙相斗阵的事。咱的教会有时拢会办一个退休会，毋是你退休了毋是恭喜你真退休了，是迄个。退休会迄个休是迄个修学分的迄个修这退休会为虾米？是爱互你伫即场的位置，是你工作的所在来摕落来，到伫无声音叫了的所在。上好是电话拢接袂到，上好是迄佣人拢找袂到，闲杂人等拢找袂到。而且亲人看袂到的所在，拄迄个沙卡当步道真好，因为行到上内底有5间厝甲3间厝，你若伫迄个所在安尼安静过一暝迄是真安静的所在所以讲，透过你对你的工作摕落来的组织，检测是一个特会，检测是一个读经会，透过读经祈祷，也是讲师的勉励。互你甲主定心有即种亲近的关系。迄个安静退到安静的所在，是一个人上界容易听见着
听见着上帝的声音的时刻。那亲像经文今仔日所甲咱讲，啊，只有剩一个我，求上帝带领我，而且求上帝更新我，亲像上帝更新耶稣，亲像上帝更新以利亚。所以，爸上帝不断互耶稣，要互伊迷失伫正人的中间，来袂记得伊要行往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早就有言：我一定互人出卖，一定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以利亚打败850个拜偶像的先知，上帝嘛无互伊，因为安尼就得意忘形。都因为互伊安尼哪来哪骄傲，因为人成功了啊，有胜利的掌声哦，一直甲伊拍扑啊，一直甲伊鼓掌哦，你成功，你胜利。但是人因伫这时刻会哪来哪浮躁，吼，你会就哪来哪浮。有当时啊，你爱面对是搁较大的空虚啊，真侪艺人伊成功了后，伊出名了后，最后伊。那有伊的新闻是歹的新闻，食毒，也是去跋筊。所以当伊成功了后，哇，所含了一个足大的空虚。迄个空虚无法度填满的时，所以用毒品、用跋筊，互伊迷失伫即个掌声的中间。第二，咱一个人的时，会当搁较上主，搁较更加的亲近。当一个人失败，拄仔讲成功的是爱上帝，一人失败的时，伊佫更加需要上帝。各位兄弟列王记上上19章39、40记载着以利亚，伊知影要互南边犹大别是巴的旷野，伊就将罗卜甲放伫遐。即个时刻上要紧的是逃命，迄无管要紧的物件，拢毋免查，毋免管遐尼济。所以当伊进入这旷野行一日的路程，伊找到一丛罗汀树，伫遐要安怎？伊讲我实在是真无力，伊是坐伫遐求主啊，我无想要活。所以一个人失败的时，真容易会安怎？会找底路。前几日的新闻台湾大学安尼3日有2个优秀学生安尼伊的性命就无去。所以当一个人失败时，伊的心若无上帝，伊就容易无想要活。其实以利亚嘛是无想要活，伊讲我毋知要安怎。伊讲我比我的祖先更较不如，我不如亚伯拉罕，我不如以撒，我不如雅各，我嘛不如约瑟，我嘛不如摩西，我敢若啥物拢无路用。其实这是以利亚伊反映着伊心内。总是以利亚的心内佫感觉，所有的人拢气杀伊，因为安那，这个人拢违背了上帝约，毁坏了上帝祭坛，而且用刀杀死了上帝的先知，剩你一个人尔。伊感觉剩你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亚瑟伯佫要爱我的命，要安怎？所以伊深深伫咧做比较的时阵，伊心内伤心无奈。伊互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甲伊气杀，伊亲像一个失败的人，伊亲像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一个人的心情无好心思嘛会讲我无想要活。总是咱千万毋通行即个底路，因为基督徒你有上帝要互你的使命。所以一个人认为无价值、无能力、无气力的时，真容易行往即个底路。所以咱袂记得，当耶稣断开的时，耶稣伫十字架顶断开的时，伊讲一落伊拉玛撒巴各大年，意思就是讲我的神，你为什么气杀我？徛伫十字架顶下骹人讲，哎哟，耶稣你是咧画以利亚。咱对以利亚的失败，到伫后壁的人拢纪念以利亚是一个真大的先知。所以以利亚对一个无感觉家己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到伫旷野的中间，一个人伫遐独处的时，上帝更新来改变伊。上帝讲：你要有任务在身哦，你毋通感觉你无路用哦，上帝讲你还阁是一个有路用的人哦。所以上帝安那讲，你爱去膏立以利沙来接续你做先知
的位置，的任务。所以当感觉家己真无路用的人，上帝还佫会派工作互你做，伊利亚毋是安尼嘛？所以当你独处的时，你要甲上帝亲近，你毋通因为比较来失去你家己。伊利亚伊感觉伊是对的，所以讲只有剩我一个人，你也看，遐人拢互人抬死，但是上帝嘛，互伊知影，佮另外一个所在要有7000个人，7000个人是上帝要使用的人，所以这7000个人是无拜巴力的人。所以当你独处的时，有当时你认为你家己上帝伫你剩你一个人的时，会导正你的错误。第三点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是上帝会导正人的人生的路。当摩西走到旷野的时，伊可能讲我这一生就伫旷野来度过，因为伊伫遐已经成家立业，伊抑佫有伫遐抑佫有生囝吼，所以伊感觉讲我一生就可能伫旷野，因为我伫埃及，伊伫埃及安那，他犯案，他杀死了埃及人，因为安尼伊煞爱得走到伫旷野的所在，所以伊伫旷野的时，伊感觉讲我一生大概就是安尼啊。总是伫各样伫旷野咧饲的时，看到刺皮互火烧，耶和华的使者伫刺皮中间。伫火焰的中间来摩西来出现，来讲我就是你的上帝，我是你祖先的上帝。你要等于到伫埃及，带你的民族，带你的兄弟，带你你整个民族的人来离开做奴才的地。所以摩西的观念被改变。摩西的下半段的人生，上帝来使用伊。互伊伫旷野，到伫旷野，后来伊伫旷野死伫旷野的所在。所以今日以利亚，伊上到迄个山的时，嘛是上帝，嘛是上帝互伊的一个圣山吼。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这是一个见证。1963年有一个董事长吼，伊即摆伊是董事长啦吼，伊较早咧做事业。面临生意失败、破产、负债累累，搁行孝，搁互人辱笑，所以就一个人去到山顶的基督山、基督院，伫遐迫切来恳求上帝。其实伊是咧躲债啦吼，比到山顶就无人找有嘛吼。通缉犯嘛是要逃嘛吼，就逃去青山来，互人找无嘛吼。这个董事长叫做宋三喜吼，这是韩国信徒的一个见证吼。伊伫遐基督山，伫遐祈祷，当伊祈祷的时，伊就回顾伊的一生。哇，伊感觉伊一生做无用，无用做生意了，佮负债累累。伊甲上帝反省，上帝我有3项我做无好，我是一个基督徒，做表面的，我是一个做表面的基督徒。因为我无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第二，我嘛无每一个月1/10奉献，就算讲我迄时阵有趁淡薄，我嘛无照你所讲的约定1/10奉献。第三，佮较严重的是，伊礼拜日拢3本50才去教会，所以伊真悔改认罪，讲主求主你来帮助。我即马啥物拢没有啊！我来到基督山，只有主你来甲我救。所以就伫遐读圣经，拄好读到约翰福音21章11节，拄好是耶稣伫4个月的时，伫即个湖边看到彼得伫遐拍鱼，拍拢无，伫遐已经准备要收工的时，上帝甲约翰。甲迄个彼得讲，你趴伫船的正边，真正去网着153尾鱼。迄153尾鱼要扭起来时，迄网撑得很大，但是怎样，网子没有破掉，还表示一个大的丰收。这个宋三喜先生伊得到一个启示，讲，这153尾的鱼，这网。这个网扭起来竟然无破，
后来伊就决心要改变，伊就转去工厂重新搁开工，伊做啥物货？伊做圆珠笔。吼，我捌讲即个见证伫上年的早经会，就是做圆珠笔，逐个人拢爱用着圆珠笔，吼。伊一年会当生产几若千万支，吼，甚至算亿支的吼。伊的型号叫做153号，就是即个梦，求主你改变我，互我以后的事业，就亲像即个梦着即个世间你要互我的物件，但是梦阁无破。互我的人生有生命有稳定，但是无破口，没有漏洞。破了，你赚太多哈，赚更多哈，还是一样没有。所以求上帝帮助伊，互伊重新改变，互上帝重新来引带，后来为上帝讲付出真多。所以人面对家己的软弱甲失败时，嘛是上帝重新开始你无共款的生命。那亲像有人常常讲，上帝关了一扇门，他又开了另外一片窗。上帝关这片窗，伊嘛阁开一片门，互你行。这个宋三喜先生，伊1963年这是一个见证。对伊的见证来甲大家三甲勉励。我手中嘛有这个笔的，我有2支，153号。所以你会记得，这153尾鱼，互咱一个印证，就是讲，这个梦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无阁有破口。上帝稳定拢伫伫这个梦的内面。最后我用我的故事来做一个结论。1999年，1996年我退伍，我所欠的钱只有买这台奥多麦，所以1996年到即马，迄台奥多麦还搁咧徛，所以有人周间聚会的人就讲，我无说你徛这台哦，嘿，我就徛这台。我当来泸州，我一摆暗时徛这台车，结后壁一人一直甲我对，我想讲这个人是啥物人？我也要紧张死，我拢毋敢徛伤紧，结果我徛慢，伊也对我徛慢。我是讲，我经到厝我毋敢，我惊这人是歹人，我去头前徛到十字路口的人，迄个后壁迄人徛来我边甲我讲，你徛好爽。1999年我献身读新学院，我读台南新学院宗教社会工作系啦吼。因为我本地就想要讲要读册，因为我母会牧师讲无咱读新学院吼，去读社工系接受训练，学习帮助人的技巧。所以1999年我献身了读新学院，暑假的时阵伫学院爱读英语所以暑假7、8月拢伫新学院读册。因为我的时阵要伫青年要有服侍侍奉，所以我要拜6一定爱回去所以拜5下课我就骑机车要对台南转去到高雄因为迄天落雨落足大我想讲上帝照顾咱雨满甲清的咱已经献身上帝照顾骑转去结果骑到未到路德路德有一段路边拢甘蔗园迄台糖的甘蔗园，这段路拢无骑家，结果我伫遐的时阵，轮破去，透风落雨迄雨足大哦车直过，而且大车小车安尼，还有足侪迄个货车啦大卡车货柜车安尼，我一人伫咧路边，要安怎？迄时阵阁无手机像遮尔方便，无着卡赖，啥物拢无，要安怎？就刹车要安怎？咱破去一直，佮拢无人对我后壁经过所以无法度人甲我求救所以我着行，超差不多毋知几公里才找着有人住的所在，佮无要紧，也找着奥多摆店好不容易把轮胎修好了，已经全身湿透了，然后又继续上路，到过公山无偌久，咱阁破去。佮破第2届，这届是较好，是因为伫镇内所以稍无偌久都机车店，我就感觉真纳闷较会破2届，后来到南仔溪的时佮破1届，头前后壁
毋知影安怎破，我袂记得，总共3届啊。吼，我到机车店的时，我问讲啊，头家为什么我恁仔一直破，这第3届？你敢知影什么原因？啊，上帝上帝咧甲我试验啦，咧甲我考验。你现身啊，你敢有真正要照安尼做？因为我嘛是为着青年的事工，我等于教会啊，要拜六，因为我要拜你有一个活动，哦，叫做平安的7月夜，吼，我爱伫迄大拿埔吼，带高雄的人拢知影，大林埔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庙足多，哦，要伫遐哦分福音单赞吼，迄是一个小区青年的聚会吼，因为我主要就是小区的区长啦吼。我就问头家讲啊，为什么咱恁仔破去啊？吼，伊讲吼，咱即摆落雨对嘛吼，落雨落了后，啥物会冲走去？土沙粉对吧？啊，啥物冲袂走？铁，较重的物件磨越利，所以就很容易爆胎。所以你啊，下雨天不要骑远路。但是迄段路是较侪啊，公山迄个所在真侪迄个生产螺丝啦，吼，做铁啊的工厂，迄零件的工厂，所以难免伫咧运输的中间，伊会落真侪铁啊，有关铁啊类的物件，所以即个物件会较侪，搁较来，所以你破3届这是正常的，正常，吼啊，所以讲我伫遐讲啊，我无正常的代志，拄着讲，即个头家甲我讲正常。我伫遐讲，上帝啊，我献身还袂满1个月，嘛还袂正式开学，啊，我是要完成我的任务，吼，我爱做到年底才有法度卸任，啊，我伫一个人伫雨中咧塞车，剩一个我尔，求主帮助我吼，我伫遐讲，上帝吼，就是咧磨练我，吼，就是咧试炼我，就是要互你即个老的我会当练出搁较有基督徒的香味。迄是伫我开学的第一天，叫920啊，9月20号，1999年9月20号啊，退休会，透早注册了，下晡去退休会，全校的师生伫家里离基岛院退休会啦。吼，啊，我甲阮同学就住伫小木屋顶面啦，吼，结果9月21号凌晨1点多夭寿诶，夭寿。拄着大个地震，阮逐个人拢主啊救我哦，逐个人拢讲主啊救我。家早是住小木屋啦，迄厝顶放啦，缀袂死啊吼。所以伫迄个中间了去救灾，所以体会着啊上帝引带甲带领。愿主是阮啊，在每一项中间，当你面对你家己的事，咱来甲主啊三千群，求主互你无迷失，而且会记得咱毋通行底路。上帝会导正导正你的人生的路，像是上帝讲，我搁要用你，愿上帝赏互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当阮面对家己的事，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看清着家己会软弱的所在，看着家己若得失着人，求上帝你怜悯。我若有互主你，互人感动的代志，有做好的事，互阮自我来肯定。总是阮无迷失伫家己的骄傲，以及人的掌声。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主你常常爱面对着家己，你嘛面对爸上帝。阮看见先知以利亚嘛爱面对着伊家己，求主你施恩帮助阮。互阮知，阮每一个人伫上帝你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主你有创造阮每一个人有你的命定，甲你的使命，帮助阮。互阮伫一个人的时，求上帝你帮助，互阮甲主哪亲近，那知主你是听心上来使用阮。阮献上阮的感恩，献上阮的祈祷，伫阮人生的路上的顶面，求主你想伫阮每一个人。阮伫独处的时，会当甲主你佮更加的亲近，佮知影主你要帮助阮，无论伫阮伫成功、伫失败、伫跋倒，也是感觉家己真无来导正阮伫人生家己主你欢喜的道路的顶面，
向将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回应，来唱回应诗，伫圣诗第373首，咱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现的同工来即现。
即是咱拍开咱的周报的下面，咱要来读金句。咱台语读2摆，请四线进人了后，就家己就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四线进人了后，就家己就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马太福音第14章23节。这时，我来欢迎新朋友黄绮贞，伊有带一位朋友为台中来的，咱来欢迎伊。来，咱请起立。好，2位，好，伊甲伊的朋友。哦，董，歹势，董绮贞，好，歹势。董晴贞，哦，伊个名真特别，真欢迎你，希望你时常来甲罗州教会，来甲阮同齐敬拜上帝。来，这时咱来拍开周报，咱来看教会的消息。感恩节的感恩礼拜，请大家备办咱的心，来做个人的感恩奉献。为着今年来感恩，为着明年来备办，教会嘛有举办爱宴，请兄弟姊妹家己炸咱的环保餐具。第二项嘛是后一个主日1点要召开教会事工研讨会，请各单位的首长甲辅导一定爱参加。会长若无法度来参加，请派一位同工来参加。注意，请自备合会手册。同款是22日下一主日的2点，咱要举行礼拜、中职的服侍甲侍奉的训练，敬请中职同工踊跃参加。过来是圣诞节要报佳音，12月19日拜六暗时，咱伫罗州夜市要报佳音。主题是舞动泸州，传报佳音。咱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参加的兄弟姊妹有做迄个团体服，建议执事今日无伫咱中间。好，然后有要爱请建议执事来登记。咱邀请大家用诗歌、舞蹈，将耶稣圣诞的欢喜分享予还未信主的朋友。过来。在家庭也是个人会当提供节目，咱林牧师来报名。12月13日报名杂志。第6项就是有要买圣诞歌的赠送咱的亲戚朋友的，请督到1楼的公布栏登记，到12月初6杂志。过来就是准备资料，咱请各单位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的事工计划甲预算，12月27进前爱交件，搁来是第8项，礼拜组要招募礼拜的服侍的同工，教育组嘛要招募音控的服侍同工，咱请干事来登记报名。进行服侍的训练，吼，请注意，欢迎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同齐来服侍。11月18日，牧师的夫妇要参加台北中会西区会议。过来就是咱每一个拜三暗时8点有早间祈祷会，拜四早起时有双年乐龄读经班，咱欢迎咱众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阁有一项事就是礼拜四暗时8点，咱会当举行家庭礼拜。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会当咱秀兰长老来联络，才有伊的电话。会计报告的部分，咱家己来看。顶礼拜的新朋友，毋知有来甲咱中间无？郭姓氏、郭以信，无，咱继续来关心伊吼。黄家乐姐妹。好，咱继续来关心因。好，团契消息就是同心团契等下礼拜结束了后，10点半伫个2楼举行11月份的例会，请
会员踊跃出席。过来是一个结婚的好消息，就是咱新华队的伴奏洪慧文老师甲黄少师弟兄要伫个12月初5下晡3點伫咱教会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邀请大家来出席观礼，愿主祝福。迄天的6點半，伊有辦喜宴，若有要參加伊喜宴的，請到1樓公布欄登記，甲今日為止哦，吼，大家請注意。其他的咱請家己來看。過來是一個音樂會報告，就是11月21日暗時7點半，伫個蘆洲工學社音樂會有一個巴哈清唱劇，好，這個是免費索票。個另外一個音樂會12月，這是伫個浸信會懷恩堂來舉行，這同款是免費的入門的，若有意思的，請參閱海報。好，以上。老師有要？好，這時咱來上映聖詩第400首，咱請起立。吟詩煞，請牧師來祝禱。愿主臨愛，甲你同在，無論去啥所在。願主賜你心心地，安養主的疼他，親像長老作水，你望做咱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的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避讳，